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现场救援的状况，咱会随时来报道。继续来看这个木瓜，即摆是有够贵，一粒讲爱200块。婚林的拿来专门咧种木瓜，讲因为8月份落大雨，甲这个木瓜拍害，量一个少，继续就来压悬。去年这个时阵，木瓜的挂价1公斤才30块，今年已经来到120块，一个起就起4倍。木瓜内底的果子肉是真色的柑仔红色，食起来口感就酥嘛真甜。婚林拿来乡生产木瓜，不过因为8月份直落雨，产量减少，计销嘛创17年来的新高点。在无风台的情形之下，在批发价每公斤达到120块。我历届我担任17年的总干事来是上好的一年。和去年相比，木瓜批发价10公斤30块，今麦每公斤120块，计销起4倍。零售价一粒破200块，对水果摊商来讲成本伤悬，规气卖卖。种木瓜无？无。老久无种咯？差不多5月以后，因为成本伤悬。婚林木瓜产量减少1/3，拿来乡敢若剩30外位果农咧种木瓜，量少计销悬，搁有饮料店的业者规气停卖木瓜牛奶。这一阵子哈，木瓜采收的很少，上个月那个下雨下得太严重，是掉光了，时间上等还要再等到差不多下个月才。虽然木瓜的收成无好，不过甜度和口感拢有维持在一定的水准。咱来向农会估算木瓜继续起大价，大约2-3个月了后，计销才会恢复稳定。